各位家長，你哋好，歡迎你哋返到嚟輕鬆教養實驗室頻道。我係嚟自香港青少年服務處。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幼兒手機成癮。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嘅陪伴其實比熒幕更加重要？3至6歲係建立親子關係嘅黃金期。小朋友最記得嘅唔係佢睇過啲咩有趣嘅影片，而係邊個陪伴過我。呢個時候，小朋友仲相對比較依靠照顧者，所以我哋都要珍惜呢段時間，多啲同佢哋相處。佢哋需要嘅唔係更多嘅玩具或者更多嘅熒幕時間，而係同父母一齊嘅時間。呢個時代使用電子屏幕都係冇辦法避免嘅。我哋每一個人手上都會有一部智能手機，屋企咧都總會有一部 iPad 嘅。電子產品已經成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，所以我哋今次要講嘅並唔係要家長禁止小朋友使用電子熒幕，而係講緊要有界線，用幾耐同埋點樣用。雖然當我哋忙碌嘅時候，俾個電子屏幕小朋友真係好方便，可以即刻安撫到佢哋，但係我哋都唔應該將電子屏幕當為安撫小朋友嘅工具，否則長遠咧會變成依賴，影響小朋友嘅發展。點解電子產品容易依賴同埋沉迷？因為我哋嘅腦部好中意一個即時回饋嘅機制，撳下撥下個熒幕就會出現好多快速嘅聲音同埋畫面，呢啲時候就出現咗好多唔需要等待嘅回饋，令小朋友好快記住咗原來使用電子熒幕係可以令到我咁開心，呢樣嘢係咁有趣㗎。當我哋腦部習慣咗呢一個模式，就自然想有更加多嘅刺激。而呢個年紀嘅小朋友，佢哋仍然未有分析判斷能力同埋自制能力，佢哋唔會單純我哋話俾佢聽睇咁多電話唔好㗎，佢識得自己睇得多就放低，而只係覺得呢一件玩具真係有趣，我想繼續用。但係呢一個就正正促進咗小朋友唔等得、唔滿足嘅特性。當日常我哋冇辦法即時滿足佢哋嘅時候，又或者實際日常生活當中有好多嘢需要係輪流等待嘅時候，小朋友就開始感到唔耐煩，同埋開始會有情緒。而日常生活中，當我哋經常使用手機，其實小朋友都喺度睇緊。我哋有時候放工之後，希望自己有啲 me time，亦或者仲有啲工作要處理，又或者網上購物嘅時候，都會成日用手機嘅。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，佢哋只係見到我哋用電話，佢哋並唔會知道我哋究竟係用嚟做緊啲乜嘢嘅，亦都唔會明白當中嘅意思。既然佢哋觀察到我哋成日都用呢啲嘢嘅時候，佢哋自然就會覺得我哋唔得閒陪佢，同時自然都會對電話產生興趣同埋好奇心，認為呢一樣嘢係好吸引、好有趣嘅。而我哋不斷專注使用電子產品，亦都會減少我哋對小朋友嘅回應，影響我哋同小朋友互動嘅質素。當小朋友沉迷電子熒幕會帶嚟啲咩問題呢？第一，會令到小朋友嘅專注力下降。當小朋友習慣咗啲畫面好快速咁樣轉換，佢哋就會好難專注喺節奏慢嘅現實世界入邊。例如，當我哋同佢哋講故事嘅時候，佢哋就好難放慢落嚟咁樣聽。未來咧，佢哋上堂要聽老師講嘢嘅時候，亦都會比較難專注。第二，佢啲語言發展會受到影響，同我哋用熒幕代替咗大部分嘅互動時間，呢個單向嘅模式冇辦法令到小朋友學習同埋練習同其他人對話，減少咗佢哋詞彙學習嘅機會。第三，情緒調節困難。如果小朋友過多使用熒幕，喺日常嘅節奏生活中，佢哋可能會容易煩躁同埋發脾氣。而當我哋終止佢哋用電子屏幕嘅時候，就更加需要返嚟幫扶佢哋當下嘅情緒。第四，令小朋友嘅睡眠質素下降，藍光都會影響小朋友入睡嘅。而當腦部持續被刺激，係一個興奮狀態嘅時候，小朋友都難以切換安靜落嚟，令到難以入睡，就會更加容易出現小朋友唔願瞓覺嘅情況。第五，可能會接觸到一啲不恰當嘅內容。我哋俾小朋友使用電子熒幕嘅時候，未必能夠經常睇到佢哋睇緊啲咩。有時候一啲廣告嘅出現，又或者咁啱接觸到嘅內容，我哋都冇辦法控制。衛生署建議2歲以下小朋友需要大量嘅親子互動，所以除咗喺家長陪同下同屋企人使用視像嘅交談之外，就應該避免俾佢哋接觸電子屏幕產品。而2至5歲嘅小朋友每日觀看電視、電腦、平板電腦或者智能電話嘅累積時間都應該要喺1個小時裡面。呢啲熒幕互動建議都係互動同埋教育性嘅，需要喺家長嘅指導下進行。但如果已經開始咗俾電子屏幕小朋友用，都唔使驚，我哋依然可以逐步慢慢調節返小朋友嘅使用時間。但係一開始都有一定嘅過渡時間。收機嘅時候，小朋友會哭鬧，我哋可以先俾預告小朋友，接納咗佢哋嘅情緒。我知道而家冇得玩 iPad， 你覺得好唔開心，但係我哋講好咗，今日只係有10分鐘嘅時間睇 iPad， 而家夠鐘啦 ，iPad 都要休息啦。你可以唔開心，但係我會陪住你，再慢慢調節固定嘅規則，例如每日最多有10分鐘嘅 iPad 時間。當小朋友慢慢學習到呢一個模式同埋規則，就會減少情緒嘅波動。
同埋記得要有心理準備。一開始可能真係比較困難，但係小朋友咧都會慢慢進步。既然減少使用電子屏幕，我哋可以用啲咩取代呢？食飯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多啲同小朋友傾下偈，分享下今日發生嘅趣事。而通常小朋友有情緒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攬下佢，明明佢嘅情緒，陪伴佢慢慢調節，而唔係只係靠屏幕去分散佢嘅注意力。咁做亦都可以逐漸培養到佢嘅情緒調節能力。喺屋企嘅時候，當我哋要處理我哋嘅事務，都可以安排小朋友畫畫、砌圖、砌積木，玩下唔同嘅玩具，睇下圖書。而最好當然我哋有時間嘅時候，就多啲陪下小朋友，可以同佢哋一齊玩下角色扮演，一齊講下繪本。咁而出街嘅時候，都可以帶定一啲小玩具俾小朋友喺等待嘅時候用，減低佢哋因為等候出現嘅情緒。除此之外，或者都可以同小朋友玩下觀察遊戲，數下數目，喺街上面揾唔同嘅顏色等等，等佢哋有啲嘢做。最後嘅小提示，家長要記得要先以身作則。喺圖片入邊都見到，當父母睇手機，小朋友就會做一樣嘅事；而當我哋閱讀啊、傾偈、遊戲，小朋友都會模仿嘅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就一齊建立一啲冇熒幕嘅家庭時間，令家庭同埋親子之間可以以一啲全心全意專注一齊嘅時間。咁小朋友感受到俾人看見、俾人重視。而當我哋照顧小朋友嘅時候，都要照顧自己，明白教養小朋友真係好唔容易。而有時有一啲屏幕嘅時間都係我哋喘息嘅方法，因此唔係要做得有幾完美，但係我哋可以有一啲小改變開始，慢慢培養小朋友嘅耐性、自制力、表達能力同埋抗逆力。當我哋花多啲時間同小朋友一齊，等小朋友感受到屋企係一個安全嘅避風港，佢係俾人支持嘅，慢慢就會建立到呢啲素質。大家記住，幼兒嘅成長只有一次，珍惜而家呢段時間就係對小朋友最大嘅禮物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歡迎揾你哋嘅駐校社工幫手。想了解更加多小朋友嘅資訊，就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啦。多謝收聽輕鬆教養實驗室頻道，歡迎下次再收聽，拜拜。